这时，请咱陪伴心同心来敬拜上帝。有得叫伫旷野下，伊的声讲：陪伴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遮个山谷拢要吞甜，遮个大细的山头拢要互伊加。弯巧的要互伊直，坎坷的要互伊平。凡有肉体要看见上帝的拯救，三角吟诗来学罗上帝。圣诗第43首。圣诗第43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世间众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得挂虑世间俗事，逐项恩典伊赏赐。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犹原徛地，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诫命记载伫圣诗的头前第12页，咱做伙来念。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三角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要交托的启应文是启应文第42篇。启应文第42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伫圣诗的175页，咱现着咱做伙来启应。亚西的老树头会不厌，上主的心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选车人，伊要用裁决做军攻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人甲绵羊会做伙大，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奶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三角鸭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主你所定下的圣日，伫即个神圣的大降节期内底，你搁一摆，互阮机会来陪伴阮的心灵，听候你的囝儿，阮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当阮点到大降节这第二期，代表信心的日子的时阵，阮也恳求你，将亲像亚伯拉罕、亲像约瑟甲玛利亚对你安尼坚定的信心，赏赐互阮。主啊，感谢你支持阮众兄弟姊妹伫西湖遮设立你的教会。虽然阮的人数少少，但是牧师同工甲众兄弟姊妹犹原旨意，要互教会逐项事工顺利进行。伫每一摆的聚会，兄弟姊妹也有真水的关怀甲交流。但是主啊，面对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阮知影阮的教会面临的危机甲挑战实在是真济阁真大。主啊，阮实在毋知影，除了尽心尽力来完成阮教会目前的事工以外，阮还会当做啥物来面对目前所拄着的种种困难甲挑战？阮只有掠着盼望来到你的面前，搁较侪找求你。因为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求你帮助阮，伫阮日常的生活的无闲，甲所遮虚华的中间，会当安静落来，来听你照着圣经的经文，甲圣神的引带，
阮所发出的呼声，就亲像伫迄个时阵，洗礼约翰伫旷野所发出的声音，为你备办道路。请帮助阮放下阮过时的观念甲甜泪，用更新的心意来迎接你。愿你的疼显明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会当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存着望甲耐心，伫世上做光做盐，成为真侪教会内底，甲咱的社区的中间，伫阮的身边，所有需要帮助的者会做祝福。求你保守阮的骹步，互阮伫信心的道路面顶袂偏煞，阮会当真欢喜来听候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临。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献诗，学乐，今仔日献歌伫要献的诗是望甲真光的上歌。
恭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圣经是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2节。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2节。和合本是伫第3页，台语汉字版是伫第2页到第3页，现代中文译本是伫第4页到第5页。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当迄时，行洗礼约翰来，伫犹太的旷野宣传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即人就是主托先知以赛亚所指的，讲有得救伫旷野的，伊的声讲，备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即个约翰穿骆驼毛的衫，腰下披带，伊所食的是草莓甲山叶的蜜。迄时，耶路撒冷甲同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证人出来就近伊，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认因的罪，约翰看见法利赛甲撒都该人侪侪就近伊的洗礼，就甲因讲：毒蛇的泪啊，是水啊，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气啊。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无伫家己拍算讲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会对这个石头出子孙予亚伯拉罕，但葡萄已经下伫树头，伊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迄落火。我用水甲恁行洗礼，要予恁反悔。若是对尾我来的，比我较有权能，伊的我也袂得摕。伊袂堪得摕，伊要用圣神甲火甲因洗。伊的手摕簸箕，要将伊迄场一尽簸，收伊的麦一仓。若是麦香，就袂花的火烧伊。咱今仔日要讲到的题目是分别做圣，咱请导师。好，来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一般的主题就是信心。但是咱知影，咱看到今仔日的圣经经文讲的是反悔，为什么？因为咱既然咱有信仰。咱就爱结出信心的果子，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先，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佮充满大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的看顾，你的带领，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虽然讲一礼拜的中间，阮经历真多，阮也有暂时的起起落落，无论是情绪顶面，也是甚至阮中间有身体有缘欠安的，但是阮知影，兄弟姊妹，阮大家会当做伙组织，同心来敬拜你，来学习你，这就是至大的甜蜜甲欢喜。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阮敬拜的中间，也伫阮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帮助阮，互阮对伫主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会当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恳求主你亲自带领以下圣经分享的时间，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咱拢知影，圣诞节无过只是咱基督徒在庆祝。虽然讲非基督徒伫台湾庆祝圣诞节，因将圣诞节号名做耶诞节，但是
咱伫台语教会，咱真无爱用耶诞节，因为安怎念迄本耶诞节啦，想讲这是一贯道啊，是啥物所以咱拢坚持讲圣诞节，虽然讲即个新北市伫板桥有啥物耶诞城，但是咱对这就知影，庆祝圣诞节不只是基督徒，社会上大家拢伫遐庆祝。除了咱传统的教会庆祝活动以外，当然即马开始也有即个县市政府甲教会合办迄个点圣诞树的顶的迄个活动，亲像台北市就算今年嘛有，当然是一寡教派，也是讲像彰化市每一年也有，台中市、台南市拢有，台南市就迄个民生绿园遐，迄嘛一段时间啊。除了这传统较属伫教会性的庆祝活动以外，一般伫社会上，真侪人也期待会当得到圣诞节礼物，开始会许愿，愿望听因的人会当送因，利用即个圣诞节送因真好的礼物，也是少年人开始伫遐计划，开圣诞趴，伫遐狂欢，也是生理人上熬，利用即段期间12月份就开始拍真侪广告，促销商品，刺激消费。不过，咱既然诚做基督徒，咱过圣诞节，咱绝对袂当袂记住，就是咱过圣诞节的意义。亲像讲，咱每一遍的教会圣诞节活动，无论活动咱是安怎设计，拢一定会有安排一个圣诞节的信息，就是安尼，将咱庆祝是好，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欢喜来啉食，我感觉这是真美好的代志。你若一家伙，咱家己的家庭，一家伙无办法快乐坐倒来食饭，安尼咱讲这个家庭是真大的问题，对无？咱若兄弟厝邻的兄弟姊妹无办法，大家坐伫遐食饭。你讲即个家庭有幸福，家庭关系是好，我想迄是骗人的。所以咱做基督徒无错，咱庆祝的活动，咱会设计真侪活动，但是咱永远袂当袂记住，就是圣诞节的中心是啥物？就是庆祝天父上帝授予互咱人类一个上宝贵的礼物，就是上帝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成做咱性命的救主。咱认捌上帝以前，咱是为着家己，靠着家己在生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咱有性命的救主，咱无过是家己迄承担生活中间的压力挑战，咱是有主耶稣甲咱做伙，主耶稣伫遐引带咱行过种种的挑战。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会当讲每礼拜伫教会做礼拜，中间拢会提起。这是和合本，和合本翻译啊真有力，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授予互因。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上帝疼世间人，这是一个偌强烈的一款的疼，毋是干那疼好人，是世间人拢疼。这敢若会当伫亲情内底看会到，
咱无论咱的囡仔可能伫外人的眼中表现无好，但是安怎讲，这嘛是咱的囝儿。所以，即款的亲情，当然一寡极端的例讲，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安尼只有求上帝怜悯，疼痛临到咱。但是咱一般咱经历的亲情就是安尼，咱袂因为老母、老爸、老母，咱有成就啊，咱看咱老母、老爸、老母开始看袂起。咱讲这是不好，这是无正常。伫正常的下面，无论咱囝儿、查某囝偌有成就，爸母依然是爸母。一个伫外人眼中高知识分子，读到博士，偌大的博，可能伊的是大人，是无受教育，毋捌字，但是咧，爸母依然是爸母，袂因为家己有成就就无认爸母。这叫做亲情，但是上帝的疼搁较超越这，因为约翰福音3章16节，圣经耶稣就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咱和合本讲咱的汉语本讲，上帝疼世间到安尼，就是讲所有的人，上帝拢疼。无论咱是犯过错误，无论咱是生啊悬搁老，也是生啊外表是矮，也是好野善车，聪明，也是外人看是无知识，但是上帝拢同款疼咱。圣诞节就是庆祝上帝对世间人即款的疼，表现伫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世间。上帝家己成做甲咱同款，有血有肉有身躯的圣囝人子耶稣，咱就是庆祝这个疼。耶稣降生所显出的天父疼痛。毋知影对诚做基督徒的你甲我带来什么改变？也是即款上帝的疼，只是咱头壳内底的一款的栽木尔，讲拢会晓讲，但是咧拄着代志就伫遐埋怨上帝。拄着代志就伫遐讲上帝你伫倒位，也是因为圣诞节这个中心信息，上帝的疼显明伫世间，临到伫世间，临到你甲我，互咱面对挑战，咱无论安怎，咱拢有信心，咱拢有勇气，咱知影上帝就是爱咱。甲伊做伙同行，咱勇敢来向前。耶稣降生所显出天父的疼痛，带互你我基督徒有啥物改变？也是讲圣诞节所变做，敢若是一个无形的一段期间，哇，真无形，一个爱。为着即个节日，爱真无形，咱敢若想着无形，毋知影圣诞节对你的意义到底是甚物？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马太福音3章第1节到第12节，这是会当讲每一当的圣诞节前的大降节，一定会念着、会读的一段。圣经马太福音3章一开始就讲到，加色的约翰出现伫犹太的旷野，伊大声宣讲，伊宣讲的信息就是天国君啦，
恁就爱悔改。天国君啊，恁就爱悔改。我想每一档的大讲节，拢有讲到即个行使约翰所传讲的信息。啥物叫天国君啊？哦，即个君啊，哦，这搁一遍复习。希腊原文君啊有两款意思，一款就是天国接君啊，一款呢天国来临啊。这讲到即款的分别，用一个台语的咧，你来啦，有啥物款的意思？咱敲电话互咱的朋友，咱讲厝内有好食的物件，咱讲你来啦。伫半路咱行伊找无咱的住址，咱也敲电话讲。你来啊未？是啥物？行到伫倒位啊啦？然后你伫厨房迄无闲，恁兜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还是你的后生查某囝替你开门，互伊入来客厅坐。哦，你伫厨房摕煮好青草，迄要捧出来。然后看到你迄个好朋友坐伫客厅，你会安怎讲？你来啦！你来啊！会当有几若种的意思，就亲像希腊原文讲天国君啊，也是有两款无共款的意思。一款是天国要来临啊，一款是天国来临啊。这看起来两款意思是互相矛盾，对无？一款已经来啊，一款呢来啊，但是还未到。来啦来啦，要来啦，是还未到，还是来啦，已经到。看起来是互相矛盾，互相矛盾，但是实际上这个表达上帝的关联。上帝的疼痛，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是怎样临到咱？因为圣囝耶稣2000年前已经降世，这宣告了上帝的国来临吗？上帝是掌权的，所以上帝看到伊的百姓活伫苦难中，上帝出手啊，然后。天国来啦，也代表讲上帝即马通过圣神甲咱同在，所以咱面对着挑战的时阵，咱知影主耶稣甲咱做伙伫地。过来咧，咱伫生活中间，伫即个世界，咱看到佫真侪不公不义。凄惨的代志，咱也会问讲：哇，安尼，即个世界、即个社会，佫要乱偌久？所以耶稣也应允，伊要佫再临。伊讲：等我来的时阵，这个不公不义，这个世间的苦难，我来了后，我会一并处理，我会出手。所以天国君啊，代表讲上帝的关联已经伫即个世间，一定伫咱的中间，已经甲咱做伙伫地。但是天国君啊，也甲咱讲，咱来备办，因为耶稣应允，伊要过来。最的问题，咱人袂当解决，最的苦难，咱感觉真恶担当。耶稣讲，伊要过来。但是天国君啊，这以前这个电话条拢有这天国君啊，真侪人无爱，有人讲，有迄个未信者，毋是基督徒，讲伊有一边开车，一时啊晃神，哇，好佳在伊迄个
骹动有动起来，啊，看到哇，好佳哉，差点仔弄着电火跳。伊讲伊目睭踢开看，哎哟，天国君啦！哦，心中百味杂陈。行西的约翰，即个天国君啦，对一寡人来讲，这是一款愿望。我真嘛，面对着真大的挑战，拄着真大恶担当的事，天国君啦，有的人感觉这是愿望，讲上帝啊，你求叫上帝，哇，上帝要来拯救啊，上帝要出手啊，上帝帮咱要到啊，这是一款愿望。但是注意到一寡人却无一定是好事。所以讲，有的人，咱社会上大家也会讲，拢会讲，夜头三笑有神明，这是咱台湾社会一般非基督徒真爱讲。但是讲夜头三笑有神明，但是咧，真侪人看四围无人，即、个青红灯嘛，甲伊冲起哩，对无？也是讲。找无所在停乌多摆，虽然讲心中拢知影夜头三笑有神明，咱台湾社会，你讲大家拢知，但是咧，看敢有监视器，看遮附近敢会常常被开单，然后咧，不要紧啦，插落，停乌多摆啦，你会看敢有监视器，然后敢会看讲，附近敢有搭迄个，即个警察局的迄个公告禁止停车。也是你看看的，这毋捌来取缔过，你就甲伊插落。有的人反倒转，包括基督徒，敢有可能也反倒转，愿望上帝上好离我较远的。咱讲天高上帝远，认为讲安尼安尼我生活较自在啦上帝上好，莫遐近啦互因会当照着家己的意思随便来行。反倒当拄着困难，较找上帝就好啦。上好我需要你较亲近咯有的人敢会安尼？袂啦咱兄弟姊妹应该拢袂。但是这讲着敢有可能基督徒也会有即款的心态？但是实际上，就算伫旧约圣经中间，其实也记载上帝几若遍来到世间。当然，旧约内底，咱知影有时阵共一个字上帝，有时阵会翻译做上帝的使者，有时阵会翻译做天使。但是希伯来文拢是上帝，因为伫古代有一款观念，咱讲钦差大臣是啥物意思？钦差大臣，即个亲近的亲，啥物意思？代表国王啦，代表皇帝。你看到伊，就亲像看到皇帝，看到伊，就代表皇帝临到。但是无论着安怎来翻译希伯来文圣经，但是旧约圣经记载上帝几若遍来到世间，上帝要消灭所多玛、俄摩拉的路上，上帝拜访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安怎？甲伊讨价还价，哪有20个义人，你敢要消灭？哪有10个？哪有5个？哪有1个？然后旧约圣经也记载，上帝甲雅各伫遐呢相演摔跤，然后呢，甚至雅各3演佮演赢，然后伊求上帝甲伊祝福，所以上帝安怎？甲伊祝福了后，佮甲伊念伊的骹头夫，互伊一世人摆骹。咱敢会记即个故事所以咱讲所谓的身心障碍有人就安尼教，身心障碍，伫人来看可能是欠缺。但是，咱若知影旧约圣经这段记载，迄叫做啥物？祝福的记号咧。咱真少来想这个道理，
祝福的记号。人会欠缺，人伫世间一般人看是痛苦，但是雅各的摆卡竟然是甲上帝对雅各的祝福做伙领导。这是一款即个身心障碍关怀内底常常会提起即个圣经故事。过来，上帝来到摩西的面前，交代摩西10条诫，爱伊向以色列百姓来宣布。所以，上帝是会来到世间，甚至上帝也予人甲伊相拄。不过，旧约圣经所记载，几遍上帝的显现，上帝无留伫遐。但是因为上帝独生圣子主耶稣降世，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的掌权，就临到咱这个世界。这就是主耶稣圣诞带来予咱的改变。咱拄读到马太福音3章，读到加斯利约翰对伫法利赛人甲撒毒该人所警戒的话，讲到啥物？所以恁着结迄和合伫反悔的果子，就是爱改变，就是爱改变。既然上帝临到这个世界，上帝掌权伫这个世界，咱就必须爱有所行动。这就是加斯利约翰爱咱大家结出反悔的果子。这就亲像咱发现讲，咱开车开唔对方向，咱有时阵会安尼。咱人的个性有时就是安怎？开车开唔对方向，但是咧，咱煞无愿意目睭倒转。实际上，开车开唔对方向，爱做的就是马上来目睭挖倒转。讲开车可能较无遐尼大的感受，咱投资错误，有时阵敢会安尼？即马诈骗集团的迄个投资诈骗，为什么遐尼侪人一直落去？为什么？伊就用人的心态嘛。投资错误，互人骗，就爱赶紧止损。但是有时阵讲我已经投入遐济啊，做生意失败，足侪人嘛，敢毋是安尼？我开遮尔侪钱租厝、买设备、开即个店，就算讲一个月了遮多，然后评估一下，无可能全亏为盈。但是咧，有的人就讲我已经投入遐济啊，我继续看运气敢会当变好。但实际上咧，咱啊，即个有企业经营知影企业经营的人就知影，止损点无错了遐济啊。但是你会继续了，然后无迄个转机，无迄个改变的机会，你就爱止损，了就互伊了去，免得了到后来佫贷款借钱一大堆，本来了是了安尼，但是为着毋甘了遮多，你后来了佫较多，咱讲改变就是安尼，改变。所以新旧约圣经的原文改变叫做啥物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倒转就是改变，我倒转就是改变就是反悔，我倒转就是悔改。新旧约拢是安尼，希伯来文、希腊文，悔改、反悔就是我倒转。
就是无看头前种种，我倒转就是啊。所以有人讲啊，大家拢60、70岁啊，改变困难，但实际上诶，当咱会当家己改变，咱紧改变。若到上帝出手改变，迄有时阵，上帝要等上帝出手，有时阵会互人惊哦。有时阵，上帝爱咱改变是啥物？啊，咱无应当无应使，直到咱心情受影响。然后上帝爱咱改变是啥物？骹步放较慢的。你若无爱改变，上帝出手会安怎？上帝互你不得不停止，听有无？所以改变，无论咱伫人生倒一个阶段，若拄着需要改变，咱无改变，也不得不照着咱拄着的情形，爱有改变的行动。亲像加斯利约翰所讲的，结许和下伫反悔的果子，结出果子。男女交往的时阵，若即个查甫每一遍做毋对，就伫遐讲，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久了后咧，我想咱做事大人，拢会甲咱的查某囝讲即个查甫袂使。为什么？无迄个下伫反悔的果子，咱拢是望看到人会当改变。悔改就是必须爱改变。当然，人的本性拢是无欢喜改变，尤其人一无用，搁较有借口；人一无用，搁较无困难来想着改变这项事。所以有时阵，咱若发现咱家己无下伫上帝的诫命，其实就爱想着假设约翰所教的，结出下伫反悔的果子。但是人常常有一个反应，就是反倒转，是心搁较硬，为着家己制造借口来合理化家己的行为。这是人的本性，嘛毋是讲咱家己是安怎，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圣经教咱的信仰爱咱，就是反悔，就是咱大声告别咱家己的罪过甲错误，咱承认咱家己的欠缺，并且愿意开咱的心门，领受上帝赦免甲改变的动力。改变当然困难，但是咱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咱有上帝的带领，改变才有可能。所以咱就挖靠伫咱内面运行，咱心中、咱生命中间运行的圣神，互上帝的圣神带领咱来改变。圣神会指示咱倒位出错。圣神会指示咱，互咱有迄个感动，倒位咱离开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咱庆祝圣诞节，是因为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上帝的权能已经临到，上帝的疼痛已经临到，所以咱爱有悔改的行动。讲悔改较严肃，就是改变的行动啦。咱就爱有改变的行动，互咱会当活伫上帝的气力的中间，互咱会当甲上帝做伙同行。咱活伫上帝的权能下面，咱真做得到改变的基督徒。上帝也因为咱的改变，咱分别做成，咱参与伫上帝的旨意。咱讲咱的改变是啥物？可能你心中会感觉，我有啥物改变？有啦，咱坐伫遮，这就是改变啦。
对无？我常常会讲啊，礼拜早起朋友拢嘛招爬山、佚佗、拍球，但是咧，咱会除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咱拢会来到伫遮，大家做伙组织。其实咱已经伫着改变，咱的使命。其实，既然咱有即个改变，咱诚做基督徒，咱的使命就亲像行使的约翰所宣讲：为主备办伊的道路，修直伊的小路。马太福音3章30。咱所做所讲所行，咱就爱心存即款的使命。所以为什么咱长老教会一直咧强调关心社会、参与社区？咱爱用悔改、改变的行动，咱回应上帝的听。咱为着参与伫上帝的旨意中间，咱用咱的行动。用咱所讲所行，用咱关怀，咱爱互所有的人，拢会当伫即个时阵、即个时间、此时此地，拢会当经验到上帝的权能甲慈悲疼痛。所以弟兄兄姐，无错，伫咱的社会上。真侪台湾人无介意听到天国近了、天国近啦的即款的信息，因为因惊吓，无错，有时阵因当过天国，就是人过身了后较去的所在。有的人无办法了解什么是天国。咱讲的天国就是上帝掌权，咱讲的天国就是上帝的慈悲疼痛临到咱每一个人。但是有的人想到天国，用迄款别种宗教的想法，别种宗教讲啥物极乐世界，讲好亲像是甲即马无关系，迄是死了后的代志，迄是死人。较有诶，无办法理解，所以咧，过圣诞节，社会上也迄过，但是因甘愿加纳享受到圣诞节佚佗诶部分，咱基督徒敢会当安尼？袂使。有诶人是安怎？无迄个机会听到福音。福音就是上帝疼世间人，福音就是上帝甲咱做伙伫地，福音就是有上帝的疼痛，甲上帝的恩典。所以咱面对生活的种种，毋是咱家己孤单去面对，是上帝甲咱做伙面对。也是讲有的人过去对伫教会，也是对伫基督徒有误会。有无好的印象，但是你我咱每一个，咱拢是基督徒，咱拢已经互上帝分别做成，为着要互遐个无办法理解天国的福音，也是。无机会听到福音，也是对伫福音有误会，对伫教会啊基督徒有误会的遮个人，咱既然诚做基督徒，咱已经分别做成，咱就爱努力尽力，互遐个人，甲咱大家会当做伙来体验到上帝的疼甲恩典。并且拢会当活伫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掌权、上帝的权能、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典的中间。所以伫圣诞节备办圣诞节的过程中间，咱莫忘记圣诞节庆祝
上重要的中心就是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咱也莫有一款自命清高，咱看袂起遐个社会上遐个过圣诞节的非基督徒。其实一年的中间会有一个月会当欢喜等待一个节日的来临，其实这也是真水的代志。然后这个节日就是纪念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所以咱看到新北耶诞城，其实咱看到遐尼侪人会当因为主耶稣来欢喜，咱也爱欢喜。当然望未来的新北市政府交通爱用好啦，若无板桥的人，即马开始真反感。咱看到遐个伫12月开始的备办圣诞节，要安怎开 party， 遐个人，咱也爱因为因欢喜，咱做伙欢喜。但是咱若会使节，咱也甲因来分享圣诞节的意义。同款，咱家己，咱也爱复习伫大降节这4个主日中间，咱所读到的圣经经文，咱搁一遍来复习，来提醒咱家己圣诞节耶稣降世的意义。愿咱拢会当成做一个互上帝已经改变的基督徒，也透过咱持续来更新，咱会当成做这个社会改变进步的一分子。咱成做参与伫上帝美好旨意中间。主耶稣的门徒，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愿咱做伙来努力，来拍拼。咱做伙安怎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阮既然已经互你来改变，阮也爱持续。掠掉迄个反省，愿意改变的心，因为阮知，阮面对着即个每一日在改变的社会生活，阮需要做的就是分享你疼世间人即个宝贝的福音信息，因为你不只是听认捌你的人，甚至遐个无机会认捌你，也是对伫你的福音无了解的人，你也听因。所以，既然上帝你用你的慈悲疼痛甲恩典接纳阮，也恳求上帝你互阮用你的疼来。疼阮四周围的人，疼阮的社区，疼阮所徛起的土地，阮的同胞，也关心着世界各所在需要你福音的人。主啊，阮爱向主你来承认阮的不足，阮的欠缺，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持续掠条对主你的信心。也持续互主你加添阮勇气甲智慧，互阮为着搁较侪人会当因为有主你的同在来得到平安欢喜，阮会当有信心、勇气、信心甲气力参与伫你的事工、你的旨意的中间。主啊，恳求主你持续。用你的圣神成做阮改变的动力，互阮日日更新，互阮每一日拢看到未失去的愿望，也满满的勇气，
主啊，也求主你看顾阮中间有心灵欠缺的人，有身体欠安的，也恳求上帝你催逼阮，互阮用关心、关怀的行动，阮彼此来扶持，彼此来照顾。求主你帮助阮、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透过圣经的话，甲咱带来勉励。咱即马来应答上帝的话，请掀开圣诗第121首。上帝听叹赢过一切，咱用这首诗来应答上帝的话。上帝听叹赢过一切，上帝欢喜降落地，求你踮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咱惊吓的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是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秋梅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吟唱的是歌圣诗380首。我
请坐。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开周报。报事项第一项，今年教会圣诞节的赞美礼拜要伫12月21日来举行。圣歌队要伫礼拜中献唱真光的锦绣科尔特的圣诞节节庆的选曲吼。咱真欢迎，咱真欢喜吼！即届咱有邀请曹伟玲老师吼，伊今日来到阮中间吼，伊就是来就是即3礼拜伊会来甲阮圣教队做伙，爱来服侍，爱来互阮会当会当进行吼，咱真欢迎伊。第二项需要教会2026年月历的兄弟姊妹吼，请伫礼拜后到招待道协平来摕。第三项，今年教会圣诞节的聚餐要配合教会40周年纪念扩大举行，要伫12月20拜六暗时6点，伫一龙的宴会馆，就是伫滨江市场的5楼吼，要伫遐举行。要参加的兄弟姊妹，请较紧甲林秋妹执事来报名。咱咧才当安排车辆来隆重来做伙来坐车过去吼。第四项，咱每拜五暗时7点半读经聚会，要使用总会的每周的新港讲的读经，咱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五项，咱需要牧师探访，也是望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总一来讲，也通来安排。下面的即个下周的即个讲道题目甲即个圣经节，咱家己来看吼。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礼拜是伫主日的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伫主日的上午8点45分。拜五的每周新阳宫的查经是伫下晡的7点半。插会班一个月有一届上课是伫拜六的上午10点。咱会来看圣工的事项吼。咱即礼拜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姐，咱插会是秋梅执事、清扫是名义长老。后礼拜讲道是牧师，书会是名义长老，司琴是曹伟玲老师，领唱是我本人，虽然是我本人甲明明执事。招待是素琴姐甲平龙兄，插会是杨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咱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请迄个咱的会计是出来提出更正。下面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吼，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台语我来读一遍，大家做伙读2遍；华语咱做伙读1遍。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晚会的家己请。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晚会的规矩。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晚会的规矩。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章8节。老师讲要补充哈。我是想讲，有一项吼，我是想讲，咱特别替迄个咱的迄个迄济南的妈妈吼，秀慧姐来倒吼，因为伊即马住院，即马是因为伊的迄个造血功能有出问题，所以伊定定拢会感染。即马就是迄个疗程吼，伊都要找有着药啊。请咱特别伫祈祷中来为即项代志来祈祷。搁一项就是讲，因为妈妈住院，所以像真难兄拢爱去伊上班了，拢爱去病院去甲迄个姐姐吼换班安尼吼。所以讲，咱嘛特别替真难兄也是甲遮个所有照顾的厝人来，因的身心灵来祈祷，望因上帝使因有够气力。咱特别为即个代志祈祷。
好，咱即马来吟煞尾边的诗，不，歹势，咱爱互相请安，我讲伤紧吼。咱用讲数吼，咱伫座位，咱互相请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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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来吟煞尾边的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起立来吟全首，吟时候请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伫地上地受所托，听咱亲像家己，听咱亲像家己，全心关天我都看我看不当心望，从我同上公从所个万所当，从所个万所当。咱就爱用咱所讲所行所做的一切，咱彼此来互咱兄弟姊妹感受到有伊会疼痛关联伫咱的中间，咱也用咱所讲所行所做的一切，互咱四周的人，互咱的社区，互咱所住的所在，咱所徛起的国家，咱见证伊的疼痛、慈悲甲恩典。咱也为着咱中间身体欠安，也是为着照顾士大人伫遐辛苦的兄弟，咱也用咱关心的行动来互因得到提醒，就是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有上帝分担咱的辛苦，也有上帝的圣神的安慰，迄扶持，佮激励咱。所以，咱就每一日为着上帝是听，上帝听世间人的福音信息，咱无论什么时刻，咱拢勇敢来做见证。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母亲，阿门。请坐，默祷、闭会。